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希。當你做外牆維修喉管或者裝冷氣架嘅時候，係咪有好多時候又要攞支扳手，又要攞支起子機呢？究竟有冇一支批可以搞掂兩種嘢？又或者有冇輕手啲嘅？嗱，即刻幫到你啊！Watt 12W 又增加一位成員啦，就係呢部 W132T 起子扳手嘅兩用機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睇下呢部雙頭合一嘅神器有咩驚喜啦！哇！呢部12W 起子扳手一拎上手就已經好輕巧，你睇佢機身只有144mm， 成支重量0.9kg 就連埋電池。如果你喺高空或者外牆工作，配埋呢個 2max 12W 槍頭就一流啦。最正嘅地方就係呢個夾頭嘅設計，可以直接插入雙頭嘅批嘴同埋套筒。有人會話，會攞支起子批插入支2分嘅起子波頭咪得咯？但係其實呢種2分嘅起子波頭，你睇下佢支柄咁幼，就算佢係日本製造都承受唔到扳手咁大嘅扭力會斷柄㗎。佢有3段調速，無論係收螺絲或者大力拆卸都可以迎合唔同嘅需求。你聽下個摩打聲，真係充滿力量感㗎。佢最大嘅轉速達到3600個 RPM， 扭力高達160，絕對夠砌啊！佢前面仲有一個環形嘅 LED 燈，方便我哋喺黑暗嘅位或者死角位做嘢啦。當我哋調到反車檔嘅時候，再長撳個調速掣，就會去到一個模叫反轉自停，即係當我哋喺高空作業嘅時候，可以防止啲螺絲脫落嘅。無論你係家居裝修、車房維修定係戶外安裝，呢支批都一手搞掂。好啦，大家最關心嘅價錢嚟啦，132T 兩電一充都係780蚊咋。如果你哋想我哋威克斯出咩12W機，或者你諗到呢支12W起子扳手有咩用途嘅話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，同埋分享出去。我哋會抽出一位幸運兒送俾你哋噶。下次見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